票了，就准备要过新正年。今年新正年过年的假期为围罗梅前一天开始休。行政院临时行政总处讲，为着卖互民众拢是客客做一伙，你咧围罗梅才要登去故乡，才会特别提早一天来休困，或者慢慢大家拢塞伫车路。后日拢会安尼安排，为围罗梅前一天开始休。像讲明年新正年休7天，若是后年新正年休9天，落后年头尾拢总会当休困10天。不过加休的这个加休的假，都要另外搁找时间来补。农历年已经来到倒拍算的时段了，民众是足期待的，可袂得紧来过年，安尼通大食大啉，搁好好啊，甲充电一下。不过你敢有发现到讲，今年农历年放假的时间，逐永年无啥共。围罗梅明明是伫个正月24，不过乃伫个23就开始放假咧。假如我们可以从小年夜开始放，等于有48小时，那这个流量在稀释效果上，会让所有的返乡的民众没有那一种那么大的压力。休假的要点相关的规定，我们已经修改了。原来这是为着要互民众莫拢钱伫个围路迄天才转去，特别提早一天来放假，希望会当人踅一寡车辆。不过提早一天放假，当然嘛是爱补。原则上是伫个放假的前一礼拜的拜六来补假。不过今年拄到这个学测，还佫有术科考试，所以才会选伫个2月15这天来补假。不过会当确定的是，伫个未来的过年放假的天数上无拢有7天，亲像明年同款是7天，若后年就有9天。也若2023年过年的时阵，会当放到10天。多一天比较好，有赚到。像我在南部，我可以在南部待久一点。民众笑嗨嗨，感觉讲若是连续放假会当休较长，安尼就是冒着啊。只是讲安尼敢有法度来疏解交通问题咧？这也是爱等到过年的时才会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详细的消息，就要继续来关心。行政院决定，为今年新正年连假起，拢会提早为围罗梅前一天开始休困，希望会当分散车流。因为今年新正年进前2个拜六，一个是选举，一个是大学学测。行政院甲补办的日子定伫咧新历2月15拜六这一天。也毋过高中以下这学生囡仔免上课，提醒厝内有学生囡仔的时段，都要提早安排。